知道我为什么找不到你，因为每次你逛我都在等你，啊，等到我要逛的时候，你不在我这里。我常常找他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你知不知道？对，我不是脚法，这个。这家好，这家感觉可以。我是赌来他，我才买的。这不知道店有多少钱？不知道。我想啊，这是跟人家说的，我是赌来他，我才买的。怎么人家没跟你要？还没跟我要啊？没跟你要，你不要再往前跑啊！我坐到那边鼻子一直过来啊。对，他一直在这里。我跟你讲，然后勾就会打话勾啊。对啊。那个天呢，也要永远记住。然后有一次。